首发团资方这边也会有医疗人员随团到那边吗？我想就是随着这个首发团的这个启动哈，我们星光目前是计划会派遣就是8到10位的我们的医护以及相关科别的医师。主要是我们要宣布要开放台博旅游泡泡。好，那在防疫上，我们还是希望因为两边确实疫情都几乎是都没有，然后也在帛琉一直到维持到现在都是零确诊。那怎么样让大家能够安心的旅游然后做好国民外交，这是我们这次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所以在几个原则里面大概第一个大概就是要团进团出，不可以安排个人的行程。那第二，规划行程避开人潮或划定区域与当地居民区隔为原则。应该是说我们的旅游团跟当地的居民互相区隔为原则了那预先要选定好适当停留的地点旅游的路线那采全程定点接驳交通工具应该每天加强清洁消毒。那第四，旅客仅限入住与取得帛琉当地卫生单位认可具安全防疫相关认证的旅馆。那五，餐厅用餐时需有专属的用餐区及适当的分流，妥为规划入出动线及座位的安排，维持适度的社交距离。我想今天下午我们中央疫情流行指挥中心已经正式宣告台博旅游泡泡启动，那我想站在我们星光医院的这个立场上，我们非常乐见台博启动这个旅游的泡泡。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说，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我们星光医院在13年来就是扮演对帛琉的医疗计划的这个任务那在去年疫情期间，因为航班的中断，所以造成他们的病人如果要来台湾就医，都必须搭乘这个包机来台。那包机的费用一趟就要300-400万，所以也造成他们的这个居民的这个医疗上的一个中断跟不便。那随着这个4月1号的这个旅游的这个航班的正式开通，其实对我们星光医院来讲，就是恢复了这个医疗的这个通道，可以让他们的居民如果要海外就医到星光医院来手术、治疗等等的任务，我们可以延续这样子对帛琉的医疗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工作跟任务。我想这个对于整个在旅游泡泡来讲，除了旅游的这个重点之外，它更深的意义就是让医疗的这个任务可以持续的下去。我想这对于帛琉居民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这次首发团资方这边也会有医疗人员随团到那边吗？我想就是随着这个首发团的这个启动我们星光目前是计划会派遣就是8到10位的我们的医护以及相关科别的医师。因为事实上来讲，我们除了到帛琉去，平常除了透过视讯跟他们一起从这个做防疫的任务以外，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他们每一年都有200到300位的居民在我们星光医院就医，那他返回到帛琉以后，现在航班开通了，我们相关科的这个医生就可以透过这个航班的开通，回到帛琉去探视他的这个病患，了解他的一个这个预后康复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可能会派遣他们帛琉比较需要的，像是心脏科、骨科、皮肤科等等专科医师，以及就是包含 PCR 采检实验室的医疗技术人员一同前往。那也是希望说让帛琉的整个医疗网能够更完整。那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的民众到达帛琉去旅游，我想也能够增加一种安心感，就是说在帛琉旅游，除了有自己的大使馆以外，那医疗也是我们台湾自己的医院在那边有提供这样一个协助跟服务，相信我们的居民就更乐意到帛琉去作为他旅游的目的地。